先开始来关心，即马是天气愈来愈热，昨昏伫台东头小风，台东的金轮高温有41度，是今年的上高温。另外，因为最近咱台湾附近的海域海水的温度嘛不遮悬，有至高度30度左右，是比英国还阁较少。所以气象署嘛表示，今年是进入反盛炎环境，风台的数量可能会是正常偏少。透早日头就真大，天气有够热。在台东上南边的大埔乡永久厝的乡民，因为伤过热，厝内底也无冷气，开去比一笔亲友轿车内底吹冷气。哇，那么好，你们在里面吹冷气哦？对呀，因为很热啊。太热了。对呀。气象署表示，受西南风影响，30各地天气真热。全台上高温出现在台东县金轮，下晡1点50分41度，是今年热天以来上热。不过金轮是自动观测站，无列入历史记录。第二是台东太麻里39.8度，台北市社39.1度。而且这么热的天气，会连续一礼拜，台东县阁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，或者是小风。东南部地区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过山之后的一个沉降影响，所以东南部地区在今天、明天都可能出现一些粉风的一个情形。气象署提醒未来一礼拜天气拢同款，早起好天气，下晡中昼过后雷阵雨，出外唔通拍伤，搁炸雨具。气象备转台湾风台论坛天气特辑也发文指出，最近台湾附近海温至到30度，比往年啊平均搁较悬一点啊，表示天气会继续热落去。气象署表示，今年进入反盛炎环境，风台可能7月中才有发展空间，形成个数会正常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